来看高雄的消息，高雄市一个4岁查甫囡仔，不时互因老母在念讲，若咧甲叫拢无啥要应，上课嘛无啥专心。伊直到伊去看医生，找医生了，发现讲这有耳塞，耳塞真了有够严重。医生验出来了，差不多有1颗银角啊遐大。医生强调讲，这个囡仔发展甲听力有相当的关系，声嘛听愈清楚，学习就会较专心。What did you just say? Hello? 爸爸发后生，毋过拢无反应，掠准是囡仔的腮性低，毋过嘛有可能是。挖出来耳塞寸笑淡薄惊人，放伫银角边啊，竟然和2颗银角的长度同款。这两块真大耳塞嘛，互伊困扰真久。我挖出来有2个，以后就听得到。这位4岁弟弟定定互妈妈念，讲伊拢无咧听，上课嘛无专心。一直到因为过敏去互医生看，才意外发现耳塞已经伫内底有2年。检查时阵，甲所有的人拢惊到。那这个小朋友基本上平常妈妈是不会察觉异样的，通常都是我们把这种巨大耳屎清出来了以后，妈妈才会察觉到跟以前的一个差异性出来。医生嘛讲，囡仔听力真重要，因为会影响到语言和智力的发展。声音听清楚，学习才会更加有效果。小朋友在5岁之前的语言发展是要靠听力的，所以说他如果说耳屎塞住的话，也有可能会造成他语言方面发展会比较慢一点，比较会认真上课这样，不然之前可能叫他的注意比较不集中。不过像安尼，像银角啊这么大的耳塞，毕竟是少数。医生提醒一般人唔免定定学耳孔，避免伤害耳壁，甚至是耳膜，嘛有可能影响到听力。